日本核輻射洩漏事故令全球開始質疑核電安全嘅問題。中國呢就繼續堅持發展核電，十二五規劃當中更加提到要加大全國使用核能發電嘅比例。有發改委官員就話，發展核電係中國嘅戰略方向。中國亦都擁有比日本更加先進嘅核技術，能夠確保安全。張建業報道。內地同香港都依靠燃煤發電，空氣污染亦都較為嚴重。為咗實現節能減排，十二五規劃綱要提到，要喺確保安全嘅基礎上，高效發展核電。按照現時嘅目標，全國核能發電嘅比例要從十一五規劃當中嘅大約3%提升到去5%。目前喺全國有4座核電站，總共11台機組，總核電容量有900幾萬千瓦，只係佔全國總發電量大約2%。正係興建嘅核電站就有12座，並且會再喺16個省市初步選定51個地點興建更多嘅核電站，進一步加大核發電嘅比例。不過，日本福島核電站發生核輻射事故，就令到全球關注，甚至質疑核電技術到底係唔係安全呢？國家發改委官員指出，中國現時使用嘅核技術比日本先進，喺發展核能同時，充分考慮到安全嘅問題。日本的這種泄漏問題肯定會給世界各國發展核電都有一個新的警示。從我們國內來發展能源，說危險不是太大的道理就在於說，咱們是第3代的核電的技術，說避免了2代核電技術的有很多的一些技術上不成熟的問題。核電專家亦都指出，中國冇必要暫停發展核電。日本呢個經驗教訓呢，一定要好好總結同埋參照，但係就並不代表話日本發生嘅嘢呢，就一定會係喺中國發生。喺某啲方面呢，要特別注意，同埋呢要譬如呢個冷卻水系統嗰個補給啊，咁嗰啲呢佢會適量咁注意，但係不足以呢係影響佢整個核電建設嗰個計劃咯。佢認為中國現時嘅核技術領先咗福島核電站20-30年，相信類似嘅事故唔會喺中國發生。亞洲電視記者張建業報道。